乡亲也讲，这个宜兰县得到摄护腺癌的男性排全台湾第一。过去传统的检验方式，抽血做切片拢无够准确。即摆有上新的健康指数抽血检验，这个准确度是大大来提升。安尼男性就免去做一寡无必要的这个切片的手术咯。 病疫真侪好诊的病人，其中袂少男性有摄护腺的困扰。宜兰县摄护腺癌的发生率是全台第一，而传统的检验摄护腺癌的方式无精准，往往抽血了后进一步切片，但是确定致癌的比例只有1/3。即马有更较精准的摄护腺健康指数抽血检验，会当降低无必要的切片风险。 让我们医生跟病人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做切片，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但是无法取代射护线的切片检查。不少男性听到体检确诊率是大大提高，甚至可能避免切片手术，拢真欢喜。降低切片的这些风险，这是我刚才听到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就不会太浪费医疗的资源和个人家庭生活的负担。 虽然医师讲也是切片的检查上精准，但是即马有了自费的体检，加上传统的体检相同的把关，也是会当省不少医疗资源。